后来乡亲啊有一种强势入侵的外来种的食物大米草，伊的外形甲芦苇真相共。台中大安区旧壳里的海域沙坡，就生满着这种的大米草，严重破坏当地湿地生态，互地方是真头痛。你生断了吼，现在已经会使讲旧壳沿海遮全部拢总是。你就真无奈讲，这拢是外来食物大米草，毋但压缩着本来森林酸仔草的生长空间，嘛严重破坏当地湿地生态。真侪沙尾啊，甲花条的数量愈来愈少，互地方的人士真烦恼。原地这个所在本来拢是这个云林原草，现此时已经规个拢总是去互这个富花米草呢，甲伊挤压，所以这个云林原草呢，就要无去啊。10多年前，这大米草就出现伫大安区的旧壳里的海沙坡，所以讲市政府当年拢编预算，不过处理的效果嘛是无好，因为这个大米草会致使湿地土壤绿地化，所以讲如果被称之为是湿地杀手，地方人士嘛讲相关的单位要更较用心的，赶紧让湿地恢复本来丰富的生态。